振动也是静音，来准备先来敬拜，请作曲。论到上帝，伊路是完全，耶和华的话是过锻炼的。见若我过伊的，伊就做因的盾牌。萨甲来吟诗，学到上帝。圣诗第113首，我来调记你，救赎我的主。我来调记你，救赎我的主。来吟第1甲第2节。会众请记得念第1节甲第2节。我来调记你，救赎我的主，我为我歌，所以我救主，为了可怜我，你们受苦头，我一切挂虑，由你来讨吧。你就是主的恩典的滚动，我在你万米所尊靠，叫你大靠你，我心将光，愿主你顺给我更来救我。咱永远徛伫用使徒圣经来做咱的信仰告白。使徒圣经伫圣诗的头前，我信上帝，你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着彼拉多人来受苦，并是个死埋葬，
龙应府，第三日对四人两个话，就天打一日全能被上帝大平，伊要听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信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最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谢谢。三甲来启文第59篇，禅师也是罗马人书第8章。我来启，请会众来用。你若用嘴宣认耶稣是主，因为人信神就得到称义。圣经有安尼记载，犹太人甲外邦人拢无差别。伊会风风火火祝福予所有求救伊的人。毋过因着拢无信，哪会求救伊？着无人传，哪会着听着？照圣经所记载，传播福音的人，因的骹脚哪尼啊水？以赛亚讲：主啊，什么人信阮所传的信息？毋过我要问，因减真正拢毋捌听过。圣经记载安尼记载，因的声音传遍全地。人同心来祈祷。听阮的天父上帝，你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无所不能的上帝。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对即时直到永远。愿一切荣光拢归乎万权的上帝。愿感谢你的恩典，伫创造世界的大神，就拣选阮做你的囝儿，有份伫你的国度，赐阮逐项属灵的福气，互阮有满心的满足，甲满心的平安。上帝是阮的避难所，也是阮的力量，也是阮患难中随时的帮衬。阮伫顺境的时，就应当喜乐；伫逆境时，也就感谢，因为环境的好歹，拢是上帝所定的。求你圣灵来陪伴、眷顾甲保守，无论我伫倒落做啥物代志，你讲甲阮同在。特别是伫这新冠肺炎疫情还未消灭，咱国际的局势扰乱咱台湾的国际的关系那艰难的时，求你来保守来扶持阮，互阮无得惊吓，你的恩典教也阮用，互阮会当安然来经过，因为你是以马内利的上帝。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神喜爱伊命令的，即人变为有福。求你，互阮有敬畏的心，使阮有天理来的智慧，来明白上帝的旨意，互阮言行举止拢会符合上帝的意思，甲上帝有合意的关系。这是上帝所欢喜的，也是有大大福气的人。今仔日是主的圣日。愿感谢你来保守带领，互阮兄姐搁一摆组织伫主的圣殿，而且阮要把这个时间分别做成，用虔诚的心甲水的诗歌来保罗来敬拜你。愿身体欠安拄到病痛的兄姐，求圣灵来安慰因、帮助因、扶持因，也坚固因。藉着医生甲医药，互因脱离身体的病痛来得到医治。愿将今仔日的讲台交托伫主的手中，求主藉着陈彦新学生来讨访领导员在的信息，
大家要开始今仔日敬拜，求主圣神亲自的带领，祈祷感谢，拢是奉主耶稣圣子名来祈。阿门。首先来看上帝话记载伫圣经新约使徒行传第一章4到11节。和合本圣经是763页，台语汉语本圣经是134页。现在我来读。第4节，伊甲因主持的时，命令因讲，毋通离开耶路撒冷，就听听后辈所应允的，就是捌对我听见的。因为约翰用水行洗礼，独独恁阁无几日要伫圣神受洗。安尼，因自责的时问伊讲：主啊，你伫即时要将国度复倒互以色列吗？伊就甲因讲：爸所下伫伊家己权内的时甲期，毋是恁所通知。独独圣神临到恁的时，恁要得到才能，搁伫耶路撒冷变犹大甲撒玛利亚得到地极，要做我的见证。这个话讲了，因得看的时，耶稣受举起，就天有魂指接伊，因就看无见。伊去的时，因天注目看，忽然有人穿白衫。徛伫身边讲：加利利人啊，啥事徛伫看天啊？这个耶稣离别恁受指接上天，恁看伊安尼上天，伊也要照安尼来。以上圣经愿上帝赐福，听伊话，过来行的人。学乐，咱请信乐队，今仔学乐是歌是黑夜一烛光，请信乐队。
敬道，咱今仔真欢喜，请台湾新人医陈义安神学生甲咱敬道。伊今仔敬道的题目是主过来先去做，主过来先去做。咱请陈义安神学生。各位主内我所听的家人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是台湾新学院大学硕士3年级的学生陈义安。相信我也是甲大多数的弟兄姐妹同款，我是正港的桃园人，也是讲自细汉拢伫桃园徛起。我的母会是南桃园的平顶长老教会平镇长老教会。真欢喜照着学校的安排，甲教会接纳久长以来，照着大道关怀奉献，一直咧甲新学院加油打气。真欢喜有这个机会，照着上帝的话，伫上帝的话语中间，咱要做伙来分享上帝伫你、伫我中间，咱的生命中间一直咧做的新的工课。请咱大心来祈祷。听阮的信心，你安怎吹响骨骸，互因的生命有活气？你安怎吹响门道，互因喙所讲有生命的气力？求你即时帮助阮的心通活起来，谦卑合适你的话，仰望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来求，阿免。拄则有讲，我已经3年啊，若是无啥物意外，论文写了3年会当毕业。伫新学院要毕业的一个真大的抗战，一个门槛是毕业讲道。我的毕业讲道排伫12月18，是待讲节第3礼拜，所以我即个月即礼拜开始准备我后个月要毕业讲道的种种的经文的解说等等。伫咧准备的中间，也是讲伫学校的学习。老师的提醒，也是交同班同学咧讨论，也是我即马伫是不是教会一寡长辈，若拄着我就甲我讲，哎哟，要毕业啊呢。所以毕业这件事，毕业这件代志，一直伫我的头壳，伫我的心内咧转洗。我开始想讲，剩7个月，若无意外，剩7个月，我就得要离开阳明山半山腰岭头的校门口。落山，交我的学长姐共款入去到一个新的所在。我开始会问家己讲，我敢正经准备好啊吗？对一个会当接受到，会当讲是兄弟姊妹搁较侪包容，因为是新学生，搁咧学，爱变做是未来一个传道者，一个牧师娘，要去到一个新的所在，去认捌，去了解，去听，去陪伴，去交陪。一阵我拢也无熟悉的友群，也拢无熟悉的兄弟姊妹，一个社区，一个所在，我敢真正准备好啊吗？当咱咧迈进一个新的阶段时，常常会问讲准备好啊未？这是真正常。我下面有一寡描述，大家看卖，毋知你敢有共款的心情？伫咧你可能拄着一个新的挑战，也是你的环境要改变的时，也是你的人生有一个新的事件发生的时，你会来判断讲，若安稳就进前，若行遐就靠咧，就继续行。也是不安的时阵，就食真济，用一寡方式来发泄，来倒撇。若是感觉怪怪，头前迄个环境感觉怪怪，紧来闪，紧来选。这个是我伫生命中间，我很真实面对我家己，面对上帝时，我所发生的种种的情景。我安稳，我进前，我行遐我就哭。我不安的时阵，我食真济来解决，嘛无解决。若是拄着怪怪的时阵，紧倒闪，走为上策，跑为上策。我毋知影你感觉心内有阿免无？有交我有共款的经历无？也是你的身躯边有即款的人，拄着无共的环境，心内有无共的声音，你会对生命有真侪怀疑，你会拄着环境摇动的时阵，就想讲较安尼，毋是拢信主啊，较会阁拄着安尼的情形。
若是甲遮个以上的情形拢甲后壁挖空，大家会当想看觅家己会添什物款的反应。若是转来到今仔日经文中间，使徒行传讲的遮个门徒，因迄当阵会有啥物反应？我会讲，因是拄着一个风声鹤唳，是拄着一个危机四伏、危机重重的时阵。是安怎会安尼讲？咱就转来到写作使徒行传的背景来谈。伫即段经文中间，大家拢真熟悉，应该是第1章第8节。信神临到恁的时，恁要得到才能，搁伫耶路撒冷、变犹太、搁撒玛利亚到地极，拢做我的干净。即段经文毋若是耶稣对伫迄当阵门徒的鼓励，也的确是咱即马读到经文的人，咱会想讲哦，咱爱彼此来勉励，用即段经文讲啊，咱着爱及时做主的工，来紧紧做伊的干净。总是当咱咧读《使徒行传》的时阵，咱毋通袂记哩，咱爱想讲门徒到底是拄着甚物款的状况，会互耶稣用即段话来甲因鼓励。写作《使徒行传》的作者，毋若是写《使徒行传》尔，伊阁有写《路加福音》。《路加福音书》伫遮，咱通会当看到哦。这是《路加福音书》的第1章第1节到第3节。内面有提起一个真重要的人物，就是提阿非罗大人。所以，这个作者路加医生，伊写路加福音是特别爱甲这个大人交代讲，真正的代志，我所看到、所见证，我甲写起来，爱报告互你知。刷来，咱来看今仔日虽然无读到，但是你若现圣经里会当看到讲，使徒行传伫第1章。第1节开始，嘛是提起讲这个提阿非罗大人。伊讲我已经做前的册，我已经做了前书。迄个前的册伫使徒行传就是讲路加福音，所以路加医生先写了路加福音了后，来写使徒行传。所以今仔日要交大家分享使徒行传的头，我爱先转去到路加福音的尾，交大家安尼才会接做伙。这是同时代有顺序发生的代志。所以，转来到路加福音的尾，到底门徒面对甚物款的状况？咱通看到讲，耶稣的死，造成遮个门徒真惊吓，毋知要安怎，群龙无首。咱的老师既然死去啊，佮死了真歹看，是互很侮辱，然后是一个莫须有的罪名被判的。刷落来，门徒无明白是安怎耶稣要死。虽望耶稣捌甲因做过预言，甲讲我会受难，总是因实在是无明白，所以因面貌真忧愁，他们的面貌很忧愁。搁来听候到耶稣搁我显现互因知的时阵，因也无真欢喜，因颠倒是惊吓，讲哎哟，这个人是一罪是甚物人？颠倒是惊吓，搁较侪怀疑。一直到耶稣真好势，甲因解说明伊安怎搁活，安怎来，安怎要去，因才心神开，因才大大欢喜。所以伫路加福音的结束，伫伊的落尾，算是一个袂歹的结局。门徒的心敢若互耶稣的话来安慰。总是咱也毋通袂记哩，因是伫甚物款的环境中间。大家想看觅，若你是门徒，你的老师受判刑是即款的罪名，伊的罪名是诱惑国民，而且无禁止人纳税互凯撒，就是迄当阵的王，而且讲家己是基督，是主，是王，这个问题就真大。你对老师，互这个社会，这个官府判刑讲是叛国贼，是卖国贼。啊，老师互杀害，啊，这个环境充满了遐个来指责老师、来定遮个老师罪名的人，所以通常正常人若拄着即款状况，你会做啥物款的选择？若阁剩几个人，啊无老师，啊环境拢看你做歹人，通常的状况，咱往往应该会选择讲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咱就来避去一个山坑，也是家己倒位先避
避避风头，先小闪避一个，听候到即站风波过了后，咱才出来才传福音就好啊啦。总是耶稣毋是安尼甲因讲。耶稣伫今仔日的经文中间，伊讲啥？伊讲毋通离开耶路撒冷，就听候爸所应允的，也就是恁捌听见我所讲的。即件代志真恐怖，恁敢会感觉？想看觅，想看觅。耶路撒冷是甚物所在？耶路撒冷就是遐个陷害、勾结要谋害耶稣、谋害因的老师上济的人、主要的人、主要的那些陷害者，全部拢伫耶路撒冷。迄是一个大本营，迄是一个敌人的大本营。你会当想象讲，这时头法利赛派的人，搁别个可能看耶稣安尼传道不顺眼的人，拢聚集伫耶路撒冷居多。总是当老师来啊，搁要去啊，叫伊的学生啊，拢总爱留踮伫即个危险的环境。恁想看觅，门徒敢会惊？门徒敢会怀疑？门徒敢会不安吗？若是你是门徒，你要留伫遐，还是你要选，还是你要啥？伫即个真危急的时阵，门徒有问一个真关键的问题。伊讲：主啊，你要互倒以色列就伫即时阵吗？你要互以色列国复兴就伫即时阵吗？这是一个甚物款的问题？我若甲较白话来翻译，会当讲：主啊，你即马就已经准备好要大得胜，带咱得胜来甲咱救啊吗？恁敢知影？伫迄当阵门徒所领受的，因所想象的，若是对因有进前的旧约的经文，会当知影的是因有一个救世主，因有一个弥赛亚，所以因对即个弥赛亚，对即个以色列国要得胜的想象是。上帝是有气力，上帝是有战力，上帝是带因得胜，而且是即马上好，即马就得胜。因为即马的环境看起来就是对耶稣的人拢害啊，甚至耶稣家己就先害啊，对耶稣的人嘛要是毋是会对咧害？所以因遮门徒真毋茫讲，是毋是耶稣啊？你即马就来甲阮救？就来甲阮复兴，就来甲迄个阮本地即马输家较弱势的状况，来变做是赢家，来变做得胜的状况。所以门徒因咧想象的是一个得胜的画面，因咧想象的是即马耶稣已经复活起来之后，就带我们去征战，去抵抗即马的境遇，咱就要来得胜。总是耶稣毋是安尼讲，耶稣甲因讲，毋通离开耶路撒冷。就听候，就听候。对门徒来讲，是毋是有可能？因为因心内有遮尔大的热切的恳求，是要爱即马得胜。总是老师的吩咐，却毋是安尼。因心内敢会有一个真大的冲突？敢会感觉，哎哟，这到底是要等到当时？是毋是会搁较不安？迄个不安无法度消灭的。门徒有因达伫烦恼的处境，咱反倒转来看今仔日的咱。拄则书会长老有讲到讲，即马搁咧流行，台湾是较控制，总是伫世界流行咧伤害性命、破坏人的社会经济环境的肺炎，一直咧发生，疫苗也未出现。我伫学校有一个对印尼来的博士学姐，伊甲我讲，伫伊的家乡，伫伊进前所服侍、所读书的神学院，几落位童工甚至是牧者，搁伊厝内面亲情，因为即个肺炎死去。大问题是，即个肺炎互咱敬拜拄着的挑战，是即个肺炎所带来，互人思考生甲死。互人思考公共卫生是偌尔重要，这是大问题。小小的问题是我最近有听到身躯边一寡咧做工课的朋友，因拄着因为这个肺炎的缘故，因开始爱放无薪假，也无法度，因为就是现在供需的状况就无法度不景气，所以因的经济状况拄着真大的困难。
大问题、小问题。我毋知影在座各位兄弟，你性命有大问题无，还是有小问题无？但是，若是咱愿意拍开咱的耳仔来听，来去观察，咱会当发觉讲，就算咱家己咱的厝袂歹，但是这个世界并毋是袂歹，甚至会当讲是有点惨，有点辛苦，有淡薄仔可怜。咱着爱知影，咱即马所面对的世界，并毋是新的天、新的地，这是一个现实。这是一个真实发生伫咱你我的生命中间的状况。有人拄着生命即款的挑战，有几落款无共的反应。有一款的反应是因拄着问题啊，较会我的人生，也是这个世界较会安尼，因会怀疑啊就会问。我昨昏我是坐火车对中立来桃园。我一摆坐火车的时阵，我拄着一个，我边仔坐一个看起来是幼稚园的弟弟，啊边仔是坐伊的妈妈，啊弟弟就看了窗仔外面迄个一直咧闪过的风景，伊就一直问妈妈讲：迄是甚物？迄是甚物？迄是甚物？哦，我看伫边仔看，一直咧心内爱笑，想讲哇，哪会一个人会当有遮尔侪好奇心？感谢主，迄个妈妈嘛真有耐心，一直甲讲，迄是车，迄是车，迄是车，啊，迄是店，迄是别人的厝安尼。咱应该本身，对出身应该通常会有即款，亲像囡仔人的好奇心。咱拄着怀疑时阵，咱会勇敢来发问，咱会问出咱对生命的问题。总是另外有一群人。因会怀疑，因对生命会想讲啊，我活着是为着啥物咧？啊，我刷落来要做啥物咧？啊，我到底我这一生要有啥物计划咧？因会问，应该是讲因会怀疑，总是因问伫心内，喙真害羞，无要开安尼，拢问伫心内。也有可能即款人，伊拄着一个困难是。因为问伫心内，佫毋是问上帝哦，是家己自问自答，所以家己问讲要做啥物啊，毋知影。所以就算是问出迄个问题，总是伊犹原是无法度得到答案，因为因无找到对的对象来问迄个问题，所以伊着家己伫遐转说，伫遐挣扎，伫遐无法度解决，最后一定会用。某一款的方式来找出口，毋知你敢有拄过即款的人？你若无拄过，今仔日你拄着一个，我就是即款的人。我伫青春期的时阵，差不多有7、8冬的时间，算是早熟，所以我开始问讲，我到底这个我的生命互创造是啥物意思？我是伫教会大汉的囡仔，总是我问家己这个问题。总是我也无甲教会长辈，我嘛无甲爸爸妈妈，我嘛无上重要，我无甲上帝问，我甲家己伫遐咧问，找无答案。所以这7、8冬的时间，我用无共的出口来找我家己认为的出口。我捌自我伤害，曾经自残，我嘛曾经有差不多半冬的时间，不停的用暴食。来发泄我心内迄个压抑，甚至是后来做工课了后，我嘛捌用无知影站的消费、过度的消费、疯狂的消费，来解决我心内迄个无法度找到答案的迄款的空虚、迄款的消息。我原本想讲讲到遮，我原本想讲亲像我，若有人亲像我，还是你熟悉有人亲像我，已经真嗨啊，就是已经。很不 OK 了，很需要帮忙了。总是我渐渐发觉，熟悉有第三款的人。第三款的人是甚物人？无要问，也无怀疑，听起来是袂歹。总是这款人有一种特色，不知道不算是年轻人的特色，但是他有一款特殊性，是讲伊感觉讲哦，我活着就是活着，就快乐平平安安就好。
若是用现代语言，通讲是耍废的度过就好。大家知道耍废吗？耍废的度过就好。然后我废我就赞，我废就也没关系。用这款的方式咧过生活，因袂对生命意义有啥物怀疑，因为因根本无想要去找答案。因也无啥物通好问的，因为我着每一工着醒来，啊着过日子，着安尼。感觉是袂歹啦，因为无啥物问题。总是我哪交因斗阵，我哪感觉有一个真大的问题秘伫咧后壁，也就是讲。到底即款人因活地向来对因讲，伊有啥物意义咧？因家己无要找意义，我家己我伫边仔，我是真着急，想讲你敢知影你活地是有意义的？即三款人，毋知你是倒一款？我捌伫少年团契时阵，请一群差不多国中、高中的青年，用写的讲，耶稣对你来讲是甚物？耶稣对你而言是什么？用写的，有一个条啊，安尼写，耶稣真伟大，所以我看了我就真兴奋，我就来问这个国一的妹妹，我甲问讲，妹妹啊，你是安怎感觉讲耶稣真伟大？伊就讲，姐姐我这着主日学甲我教，我嘛毋知影。迄届聚会了后，我心内有一个真深的感慨。我拄则有讲，我是对教会自细汉拢伫教会的囡仔，所以我就想象讲，若有一个自细汉伫教会的囡仔，伊有6档的时间伫主日学，6档的时间伫少年团契，有4档的时间伫大学，甚至是伊的大学若伫别个县市，可能家己阁有学生团契。这拢总16档的信仰的朋友、信仰的陪伴，才会团契生活。到底咱望即个囡仔16档了后，伊会变做甚物款的基督徒？我真惊遐一件代志是，伫16档了后，即个朋友、即个灌输、即个分享了后，即个囡仔开始无要问，也无要怀疑。我看即个囡仔，我心内有即款的烦恼。是毋是有可能，若是咱拢无要去想，无要去对这个信仰无要怀疑的时阵，咱学会晓一件代志，就是咱对这个信仰所教的照单全收，照单全收到，咱拢无要问，拢感觉 OK， 哦对，拢对。总是这个对背后有一个上大的问题，是最后落尾。是毋是这个上帝甲我即摆的性命也无啥物直接的关系？就是拢对，拢 OK。拄则一直咧讲怀疑即件代志。军队耶稣的门徒，互咱学习到，因嘛是人，因嘛会有真侪怀疑。咱通知影看圣经，因就知影讲，耶稣若交门徒讲啥，因就毋知影。较会安尼甚至是怀疑耶稣是安怎要做某物代志的动机，因有真侪无了解。会当知影有一个多马，大家会记得无？多马伊就是真怀疑甲伊一定爱望迄个空喙耶稣，过活了后，迄个空喙才知影讲你正经是我的老师呢，你正经是主呢。总是嘛会当想象，因迄当阵，因无一个礼拜堂通聚会，因无冷气、无暖气通吹，因无亲像我安尼有麦克、有投影机，遐尼适时会当来分享信息。伫遐尼变化多端的环境，怀疑是对的。因上怀疑的日子，应该是耶稣死去迄天，上黑暗。拄则有唱《黑暗中的烛光》，上黑暗的日子应该是。老师死去迄天，所以听后到老师转来，老师交因讲话，老师实体的出现伫因面前，安尼应该是佫死灰复燃，佫有淡薄仔毋茫，佫起来讲老师要带咱做甚物咧？总是老师却甲因讲，毋是先做啥物代志，是爱听后毋好离开。对遮个门徒。是在第1章第8节
是一个上重要的应允，上重要爱去强调的应允。信心临到因的心上的时阵，因会得到灾临。这段经文，甲文道，也是甲咱的提醒是啥物？也就是讲，有气力的将来拢毋是人，有能力的将来拢毋是人这边，是上帝迄边。有气力的是上帝，是信心。人活地意义，耶稣伫拄则1章8节有讲，要去传福音最干净。人活地意义，毋免家己烦恼，毋免家己想象，毋免家己伫遐问，因为耶稣家己已经讲甲真明白，耶稣家己显明。所以对门徒来讲，这提供因气力，提供因未来的方向，因知影要安怎行。伫人的在人看，照家己的心愿来达成一个目标是上好的。照自己的心，如心所愿。总是伫上帝教示，伫耶稣伊伫遮甲咱讲的，却毋是安尼。有当时咱会无明白是安怎发生头前的代志。虽望人无明白，人的智慧有限，总是上帝应允要赏赐气力，赏赐教业的才能，互咱通面对。这是耶稣伫迄时对门徒上大的一个礼物，在耶稣临走前、升天前，给他们一个最大的礼物，是毋是也是对咱上大的礼物呢？使徒行传伫规个圣经来讲，就是如果有人看《使徒行传》的话，你会发觉讲，哇，那个信心的工作，逐所在拢通看见，是一个圣灵的一卷书，充满圣灵的一卷书。总是伫伊的前书真诶册《路加福音》内面，信心有当时讲伫耶稣身上，有当时讲伫有可能交耶稣较有接触，亲像因的妈妈，也是约翰的爸爸妈妈，也是迄个真虔诚的老人西面等等，甲耶稣有接触的人才会领受信心。总是才伫今仔日门徒。有一个划时代的，可以说画了一个新的一页，是虾米款？就是对答了后，对门徒开始到今，咱即马坐伫在座的各位兄姐，咱已经拢领受耶稣应允信心做咱的保惠师的礼物，这是真大的无共，真可能爱交耶稣真直接接触，也是耶稣家己才有信心降落的经验。总是即马咱是人，每一个信徒、信靠伊的人，信心就伫咱的中间，伫咱的心内做工。伫迄当阵，当门徒领受这个命令，因有一个真特别的经验，就是因爷子伫教会历史中间第一届。也通讲是即马咱会当想象上大的复兴，最大的复兴，初代教会的复兴，1000、2000、3000、5000，得救的人一天一天加添互因。这敢是咱即马咧做传福音事工真大的卡无？若是得救的人一天一天拢加添到教会，偌尔好，偌尔水，总是这个门徒毋是伫有冷气、有麦克、有投影机、有真好的信歌队，毋是伫即款环境，因是加担借着信心对因的引带，去倒位传福音的引带，要做甚物的引带，要讲甚物话的引带，逐款的引带，或大或小的带领，因既然完成了咱无法度想象的复兴，所以。做上帝的工，主权在伫上帝。总是人爱有迄个回应，爱有迄个军队的心。咱实在是有福气，门徒做迄个好的模范伫头前。咱即马是迄个军队信用前辈的人。拄则有讲到讲，自细汉伫教会的囡仔应该是真有福气。我要讲实在是真有福气，我家己亲安尼感觉，我家己做者安尼囡仔，
因为你会照着信心的引带，伫无共款的聚会、会议、长辈关心中间，你一步一步走袂去。信心甲你引带，你一定会知影，有一位比咱人搁较大的上帝咧，甲咱保守，咧甲咱的性命掌管。我要对这个，若是自细汉伫教会长大的孩子，我要对伊讲，你有一个挑战。你的挑战是，你爱拒绝，你要拒绝填鸭式的信仰。你毋若甲听，拢无要做，毋好安尼。你爱问，你会当问，但是你爱知影你要问啥，你就爱问上帝。你会当有晓戏，不要紧，总是我相信，伫咱的心内，甲咱感动的迄个信心，会引带你解决你的戆影，解决你的不安，你会得到气力向前行。若是有人是第一届来，也是你遥咧敲找，这是毋是你爱一世人选择军队的信仰？我要甲你讲，会当 ，OK， 很赞，紧来。哇！伫人无有气力，伫你咧敲找的时阵，人会无有气力，就是上帝大有气力咧做工的时。人会无有气力，就是上帝大有气力咧做工的时。伫圣经的以弗所书有讲，就是外邦人伫基督耶稣对福音当做后事，当做一个身体，三角有分治所应允的。所以你即摆若搁咧找，搁咧想，不要紧，你已经嘛得到这份礼物，上帝应允要互你。有一位神学家田立克，伊捌讲即个话，简单3个字 ：You are accepted。你被接纳了。我用中文，你被接纳了。这是一个真简单、真深的一个礼物。你互上帝的疼，上帝的救恩接纳了。所以咱人所爱做的，毋是去怀疑讲啊，我是有互人接纳啊无，是有啊无，毋免搁做这个怀疑。你已经被接纳了。所以人所爱做的是去接纳这个已经被接纳的事实。礼物摆伫遮，你就爱去伸手去接这个礼物，去接受你已经被接纳的事实。所以，我们前面咱头前讲到讲，这个环境、这个挑战，拢是会当讲是一个感觉。我们会评估环境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感觉，所以我们觉得怎么样就怎么样。我要讲，我也还在学习，总是教大家讲共同勉励。感觉安稳的时阵，你就爱信靠，就爱感恩，就爱数算恩典。感觉惊吓的时阵，你就爱信靠主；你感觉不安的时阵，你搁较爱信靠主。你若拄着有一日拄着门徒遐个怪苗头不对的真紧的时阵，你搁较爱牵调主对你的应允，就爱信靠主。所以我是用神学生的身份来到遮，总是若是神学生是讲参像上帝，学像神，神学生。我要讲，请咱做伙来做神学生，去追求上帝的心意。伊对咱每一个人生命的计划，伊对每一个教会伊的身体，基督的身体的特别的心意，咱就爱起来向前行。所以伫约翰福音14章遮，耶稣家己讲，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吩咐我就安怎行。起来，咱来行。兄弟姊妹，起来，咱来行。我今仔日的讲题目是主要搁来？问号。应该说，我们讲到这里，主要再来已经是句号，这是一件确定的事情。主要搁来？句号。先去做，就爱做主的工，毋好搁坐咧。总是咱是即摆是坐咧啊，总是坐了后，你听了后，听到了后，你爱行道。起来，咱来行，咱做伙同心来祈祷。主，你大有气力，你的话语是我的，活伫咧。即个教会信仰群体中间，也活伫咧咱每一个人同心的兄弟中间，求你即时甲阮来感动，互阮通知影，阮的生命实在是有意义。迄个意义是你手术，
你也用信心做阮的保护师，互阮通面对环境中间每一个挑战。求你感动每一个同信的兄弟，伫你的中间起来同行，对主行，做主的工。阮的祈祷拢是奉靠最后所基督的性命来求，阿免。感谢主，真的是代表台神来跟大家讲平安。我要先请童工帮我放神学院的一个影片。等一下大家可以找我在哪里，我也在里面。跟大家介绍我们神学院现在徛伫什么所在，未来要行什么所在，有什么款的使命甲欠缺。大家平安，我是蔡珠伦牧师。首先，我要代表台湾神学院全体的师生，向咱表达上深的感恩。感谢正兄姐伫过去这段日子以来，对台湾神学院的支持、带导甲奉献。2020年实在是一个真艰难的一年，疫情带来全世界侪人的死失，和世界无搁相款。对神学院来讲，阮也面对侪新的挑战。在这个困难的时刻，台神的学生主动发起台神献血的行动，主动提供弱小的教会帮助因来架设线上礼拜直播的技术服务。在4月到6月中间，也发起线上祈祷的祭坛，为了台湾和世界的平安、教会复兴来祈祷。我相信我们的祷告放在线上里，就是像在点灯一般。我们要成为这个财神，成为世界，成为众教会的祝福。今年的上年讲座，干嘛该讲座？好好做一项突破性的决定，就是现场参与甲线上直播两种方式。感谢主，因为安尼参加讲座的总人数比以前增加侪，由海外学员来参加。阮伫10月底举办新学生活体验营，邀请优质献身的青年来到新学院体验新学生的生活。感谢主，有60几位报名参加。在这个营会，因会当明白上帝对因的呼召，也毋望因会当加做上帝国所动用的工人。目前台神有提供不同款的学位，有道学硕士、灵性咨商硕士、教会音乐硕士、神学硕士甲博士，以及教牧博士，互无同款温水兄弟姊妹，拢会当来回应上帝的呼召。4年前，台湾新学院通过教育部的立案，互新学教育会当更加开阔来发展。总是当时阵，我也面对着校舍老革旧以及设备需要换新的挑战。感谢上帝带领。期待久的男生宿舍整修，伫7月已经开工。虽阮经费也未完全到位，只是阮相信重建以后的男生宿舍，会当让学生伫更加好的环境中来学习甲成长。值得感恩的是，台神有宝贵的历史甲信仰的传承。今年的毕业典礼，伫马偕博士的故乡苏格兰风笛的音乐中，搁一届提醒咱。来学习宣教师因自愿甲放下家己的精神，这也是咱台湾新学院所继承的精神。今年暑假，台神老师去到新竹尖石乡的大叶部落，这也是台神前院长孙雅国牧师甲孙林的牧师娘捌也传录音的所在。听伊讲起48年前，台亚教会经历圣神更新的故事，这是一段台神老师的寻根之旅。搁一届感受当年宣教师传录音的热情，这也是一段属灵的旅程。阮恳求上帝继续带领台神
军队先辈的脚力，传扬基督福音。这几年来，台湾神学院所行的每一个脚步，拢有上帝恩典的油得地。在疫情的中间，伫立案了后的台湾神学院，拄徛伫一个要定心出发关键的时期。在这个艰难佮重要的时刻，关键需要正下这出钱出力，帮助阮会当完成上帝所交托的使命，继续培养优秀的上帝国工人。毕业，即摆已经7月底赴任，已经伫逐所在教会咧做主的圣工。神学院实在讲起来是算是教会的发电机。神学院安怎培养即摆的好的同工、好的牧者、牧师们，未来就甚物款的品质的牧师们入去到教会，入来到教会内面。搁才会有装备的同工来祝福伫教会的牧养，祝福伫教会伊嘛事工。毋望兄弟继续用安尼疼心来关怀神学院的教育事工，搁献，若是献钱、献祈祷，搁较期待毋望的是，有可能信心伫你的中间做工，你着爱献你的性命，咱做伙来跑走即站人生真水的道路，做伙来做主的工，真多谢。圣诗第713首，我来调记你，救赎我的主。吟第3节甲第5节。会从请记你吟第3节甲第5节。你就是我命，我对你献出。会众请这粒来奉献，咱请苏玉玲执事加林富祥执事来书献。咱头一摆来到教会，毋知奉献的意义的人，会使卖奉献不要紧。
会众请起立来吟奉献的诗。这个报告，伫报告的内心，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伫叙事单的上后壁，我来读一遍，请会众来读两遍。独独圣神临到恁的时，恁要得到才能。搁伫耶路撒冷向犹大甲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要做我的见证。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请。咱先开周报第1页，咱十一会呢，第9个中职，长老是王浩杰长老，黄光执事是拜六，赖建议执事是礼拜。咱11月15，甲11月22日后礼拜，咱侍奉的人员，咱家己来看，家己来注意。教育会课程甲主任的聚会，咱时间甲课程的内容，咱请家己来看。第二咱周间的聚会，甲咱教会小组的聚会，咱家己来看来参加。咱先开周报第3页，咱教会小组的大岛的事项，咱除了为咱身体检安，咱疫情的关系。咱教会配幕等等，咱来祈祷。第4页，这是咱顶礼拜奉的明细。咱来看卖，若有奉献有问题，来check甲迄个中心来做更正。第5页消息报告，本日11月15第1。今仔日为着台湾新学院的奉献注入，咱真正欢迎陈义安实习生前来请安分享甲报告学院的情况。咱来为新学院的事工来代祷甲奉献。咱等一个代祷甲介绍的时间内，要请迄个曾正义传道来做咱的办法。那个奖罚金。第3，咱今仔日中昼12点，伫7公1来会场来召开传道部甲圣诞节筹备的会议。咱请传道部的部员甲主任的校长、各团契的会长、社区在医班的主委甲敬拜团的团长以上的人员请来出席。来参会。主日11月22日中昼12点半伫9楼来召开主日会议，请主日同工来参与，咱有准备便当。小会的消息，咱教会防疫的新生活规范请咱家己来看。教会消息第1，请各部各团契伫今仔日来到
2021年的刑事日小组甲各团体的聚会的表。第二，2021年咱的业力吼，咱已经来啊，请到4楼交易厅来领取咱1号现领1本吼。第三，咱圣诞糕对即日开始吼，会使预购。咱登记呢到12月6号来截止。咱有3种的口味吼，咱一袋差不多15块。若要买的人吼，甲6楼办公室向干事呢来登记来交钱。第四，咱客诉中心已经对今仔开始即日起到2021年1月20号，咱地点是伫705的教室。时间是拜一到拜五，那5点半，下晡5点半到9点半。咱开放的对象是高中、高高中以上的学生。第五，桃园教会乐龄关怀的据点，时间是11月25拜三上午9点，地点是701会室。咱欢迎咱社区的长辈甲少年团体咱来参加有健康的良策。健康操、主题讲座、共餐、联谊等等的活动。第六，咱准备运动会要来吼，咱日期呢是11月22，时间是10点到12点，9点50来报道。地点是咱教会9楼，那对象咱家己来看来参加。具体消息，第一。本会问桂英姊妹因颈椎迄个神经萎缩的疾病那定好来病院呢来安排手术，请兄弟来关心代祷求上帝来医治。第二，我来新弟兄就是咱教会个人庄美美的囝的后生。要甲郑雅芬姊妹定伫12月12日拜六早起8点半，伫咱教会本堂来举行结婚的感恩礼拜。敬邀咱的管理来参加，来请为着新人来祝福代祷。有设施伫洛富特饭店若要参加婚礼的人请到甲4楼的公馆来登记咱差不多有40位，有准备一台游览车来接送教界的消息咱平安7月公开函会，有送咱本会有100片的今年演出的曲目的 CD 那需要的咱请办公室来登记每人差不多要1片送来为止咱请张传道。来主持这项敬礼拜。各位兄姐，大家平安。今天我们要再借这个机会颁发第二学期的奖学金、励学金，也就是小朋友他们去年的时候的成绩。那因为刚好那一段时间有遇到我们的疫情，所以有一段时间小朋友是没有办法来的。但是这些孩子们，那不管是在疫情的那段时间，他们可以在教会里面，还有在学校里面都表现得非常的好，所以有得到这一次的奖学金。那我先一一介绍我们这边的小朋友的名字。这位小朋友叫做林静，没有。好，这位小朋友叫雨果。好，这位小朋友叫雨杰。
这位小朋友叫易静，这位小朋友叫依慧跟盛杰，还有木真，他们都是我们国小班的小朋友。然后大家感谢他们，也请我们的传道能够。好，我们再让老师帮我带。好，现在是我们的国中班的老师，国中班的老师们。他们是我们的国中班的学生，也是我们的主日学的助教老师。他们都是在早上的时候上完课程之后，会到楼上9楼那边去做服侍。那我一一介绍一下小朋友的名字哦。哦，小朋友，不好意思，林月，这位是。好，这位是何怡老师。好，这位是佩斯。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是大学的部分，那是庭轩以及伟嘉跟以嘉，他们都是在大学在那边表现的成绩非常优异，然后在我们教会也是出席能够状况非常的都非常的踊跃的会友，还有老师们。好，那第一位叫做庭轩，对。好，这位是伟嘉。好，这位是以嘉同学。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好，今仔日我要来欢迎咱中间的神的朋友吼。头一位是王乃兴弟兄，伊应该毋是新朋友啦，咱普声甲欢迎吼。好，请坐。咱拢知影吼，12月12号，透早的8点半，伫通教会要举行即个结婚的感恩礼拜吼，请大家为着即项代志吼，来感谢上帝嘛。
为伊祈祷啦吼。我应该无讲毋对对吧？吼，无好。好。好，毋知影咱中间阁有别位是你头一届来阮中间的无？无，好，即马咱要阁一届来感谢咱的新学生吼。陈以安同学，伊今仔日带来即个真好的一个信息吼，咱用破声甲感谢。咱同教会吼，每一年拢有透过即个奖学金来鼓励咱的即个新学生吼，甲支持。所以传道我即马爱要代表阮的同教会吼，用即个奖学金来鼓励阮的新学生吼。好，以上的报告甲补充的大道到这吼，多谢。上行信息第398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愿咱救主耶稣基督。会众请起立吟全首，吟之煞，咱请张传义传道，甲咱祝祷。咱三个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耶稣基督的恩典，愿耶稣基督的救恩，天父上帝疼痛、深深的感动甲交通，甲恁众人三个地的，为这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会众请坐，祝歌。
电甲密岛。即个贵营平安礼，咱请会众起立，互相来请安，耶稣听你手续平安。